顿教乌蛇嘴，寻觅老灵魂，文理文焕。一眨眼中秋节就过去了，年初那时候还想找一些和蛇有关的故事来写，不过前一段时间时再是阿义哥赶母牛，全身都不得闲，形容非常忙碌。幸好10月有几次连假，才有空来跟大家用客语文分享家乡的有趣事情。我的工作啊，就像一只白鹭鸶，常常要飞来飞去巡视田地。我笑说去这摩多学校上课，确实就像巡田一样。前一阵子，我很常坐巴士到南庄的田美国小教书，每次在车上听到语音报站名乌蛇嘴到了，这个地名怎么这么特别？一听就知道是用客语命名的，背后一定有什么故事。下班我就赶紧上网找资料，也打电话问住在南庄的朋友，这才知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名，它是一条通往过去的历史路径。它是苗栗县一个村庄的老名，清朝时期叫做乌蛇庄，位于南庄田美村南端中港溪的东边。找到这些地名的由来，就像让我串进时光的缝隙里，比翻载简到锡矿还要高兴。乌蛇嘴这个地名的意象，不单单是一个地理的描写，它叠加了人文的历史、族群的痕迹。它的地理形势看起来就像一个尖尖的蛇嘴对着山脚伸出来，因此有因为地形尖尖像蛇嘴得名的说法。这一带是以前塞夏族巫蛇社的所在地，也有人认为是这样命名的。当地人说，南庄这一带有许多黑眉锦蛇这种无毒蛇，驼们是兽人护田蛇。老一辈的人说，乌蛇嘴以前出现过一条蛇王，这条乌蛇王为这里留下三妹嫁蛇郎的故事，可以说是这片地理与历史的老灵魂。这个故事我下次再写出来跟大家分享。说到老灵魂，就会让人想起一句很有名的谚语，南庄的桃花水赚钱难过乌蛇嘴。这句谚语带我们看见以前这里曾经很多人居住，非常繁荣的景象。桃花水是说南庄在5、60年代林业、矿业非常兴盛的时候，在这里可以赚到大笔的钱。那时很多外来的临时工、矿工在南庄街上赚了钱，就就地找风月场所消费。他们白天在深山里做工，晚上饮酒作乐，在热闹的南庄街上花的一滴都不剩。等到要回家的时候，全身的钱财竟然连半毛都没有了，用得精光，过不了乌蛇嘴这道关卡。这句谚语不单单是地理的位置，也是讲一个繁华时代的历史见证。不过老人家说3年水流东，3年水流西，现在林业矿业的荣景彻底消失了，乌蛇嘴的繁华也沉寂下来。车子驶过，远远看下去人比鸟少，只看得到路边几间老屋，安静到听得见中港溪的水声。那些老屋像一只只苍老的眼睛，看着路上的车子驶过，看着屋边的老人走过，不声不响地呆呆想着那个时候。各位朋友，如果你有空来南庄游玩，记得在乌蛇嘴这一带驻足一下，回想那些乌蛇嘴的故事，以及那段与历史交织的回忆。